貓，小蝸牛學中文系列。這本書是屬於中午，貓在窗邊睡覺，一隻狗在樓下走過，貓看見狗，害怕得站了起來。主人問他發生什麼事，貓來到主人腳邊，喵的一聲，好像在說我嚇壞了。帶着問題閱讀：一、貓在哪裏睡覺？二、樓下有什麼動物走過？三、貓看見狗後怎樣了？四、貓為什麼喵了一聲？